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12月19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议员欧丁在上午甲新科议员陈坤和联合召开记者会，针对房屋税课征，强烈要求市府应该马上公布议会伫今年5月所通过单次房屋课征率自治条例，也是104年底进前所存在房屋，未当以105年公告的税率来课征。就是这份公文，台南市议会早伫个第2届第7次的定期会，就通过台南市房屋征收率的自治条例，就咱市104年底进前就存在的房屋建物，袂用以105年公告的房屋标准单价来扣税。因此，议员欧丁才上午就结合历史出身的新科议员陈坤和联合召开记者会，认为房屋税的动涨根本就是假议题。市府应该照议会通过的自治条例来执行。房屋税溯及既往调整房屋造价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个违法的。107年6月初时，咱有送市政府来讲，这个房屋课税征收的自治条例应该要回溯到104年12月30日以前存在的房屋税，袂使用105年的公告房屋造价的标准来核课。好，这个就是根本的解决。咱的房屋税、房屋的造价溯及既往。对此，出席的财税局安南分局主任李文文表示，该案目前已经上行政院，由行政院研议当中。我们在6月底的时候，已经把这个争议性的部分已经报到行政院去了，所以现在正由行政院那边在研议中，这部分我们回去之后会再去追踪后续的情况。因为市府惊该案甲中央的房屋条例有抵触，因此上行政院来解说。不过现场嘛有律师陈进忠来指出，就算市府无伫修订该条例30天内公布实行，伫上行政院解说超过4个月后，该条例嘛应该爱公布实行。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受到大新的污染，持续政治当中的中极化安顺厂，因为内政部都委会日前决议，要将安顺厂大约35公顷受污染的土地变更做主体区加游乐区等等，引起台南市市宽会不满。上午，议员郭清华服务处协助召开记者会，要求土地也未整治完成进前不得变更。内政部都委会日前决议，将安顺厂受到污染30公顷的土地，由原本的土壤污染管制区变更恢复为大体区、游乐区以及盐田用地，引起台南市渔权会以及中石化自救会的不满。19号这天，伫议会2楼召开记者会，提出因的诉求。中石化的土地甲伊变更，因咧讲是讲叫做恢复叫主体区哦，阮感觉期以为不然啦，因为伊啊整治都还未成功的嘛，你即摆就甲变做主体区就对啦吼，这违反都市计划原则啦。而且的时阵吼，你这政府组甲退开了后就对啦吼，后摆伊根本也无爱整治，你市政府就变无法理啦。第2点啦吼，都市计划变更，照常理来讲是爱等台南市政府遮一路落进行啦。无迄个讲伊中石化公司吼，伊公司较大，伊会使跳过台南市政府，直接向内政部申请都市计划变更啦。第3点吼，这个土地吼，目前是搁咧污染的啦，希望讲政府吼重视这个案件啦，伊更加袂使讲伫25要交接去管个民选的市长，伊等20来决定这个案件安尼啦。对此，市府都发局嘛做出说明。内政部虽然有审议
还需要重新再办理公开展览，主要就是要听民众的意见哈。所以这个案子并不是说已经确定的。那今天民众表达了很多的意见哈，就是说希望中石化在污染整治没有完成之前，不宜来处理这个土地哈。那市府的立场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就是说我们也希望中石化对污染整治这件事情要释出诚意哈。那民众也期盼他们要积极来进行。那我们也认为说在污染整治没有完成之前，不宜来调整这个都市计划的分区哈。那我想我们会在明天的都委会的专案小组以及未来的大会都会做一个陈述跟一个说明。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自由工商每当拢会培训学生挑战上界困难的全国中等学校技艺比赛，其中今年因伫汽车修护科甲烘焙科拢分别摕下优胜的好成绩。学校表示，这个公营拢是学生伫这一冬来不断练习的成果。用着上界紧的速度，王仲宇同学当实练的拆解以及组装着汽车的变速器，平常时就利用时间来练习，甚至连假日时都拢牺牲耍的时间，就是要练到上界熟悉。只可惜因为参与今年度全国高级中等学校技艺比赛时阵，小过紧张，有一点失误，但是有缘下下优胜的好成绩。我们今年参加170学年度的全国工业类科技能竞赛我们一样是拿到优胜的好成绩。那王同学是我们学校实用经验班的学生，基本上他们的学习成就没有像一般的普通班那么好。那这次可以在众多的选手当中脱颖而出，是非常的难得。那今年别项目跟以往大致上是雷同。那我们的强项主要是我们拆装的部分，所以做得非常的熟练，所以这次的成绩，可以说是我们相当的优秀，而且有一些，比一些国立学校，一些知名的国立学校成绩还更上层楼。另外，持有工商烘焙科所派出的学生尤廷文，同款下下优胜好成绩。经过伊亲手做的鸡蛋糕，对米粉、面团到烤箱，一直到最后的布置，全部拢是纯手工制作。尤其最后装饰的阶段，因为接近完成，所以更加要注意每一个细节。指导老师表示，会当得到优秀的成绩，拢是学生不断练习的成果。比赛优胜，成绩那么优秀，是原因他在练习的时间是非常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练习的。那他包括就是暑假人家学生在休息的这段期间，他也必须要牺牲他的假期，然后来学校练习。然后再就是放学之后，他也会留下来练习。那这次的成绩，其实我觉得进入到那个优胜，其实他有更好的成绩可以表现的。其实他是非常努力的。如果在那个80几个人当中，他可以得到前几名这样子的名次，我是觉得他是非常优秀。无论是汽车修护或者是烘焙，会当伫全国竞赛得到优胜，拢是经过侪辛苦的竞争。校方也替因感觉公平，并期望更加侪学生会当以因作为模范，学习因拍拼的精神。台新闻之后采访报道。为落实大学的社会责任，南台科技大学伫教育部亲近计划支持之下，甲金华社区、昆西社区以及彩港社区来合作社区营造。已经过一冬来努力，尚有发表侪丰富的成果，希望予大学生的活力持续会当协助社区永续发展。USR 也就是大学社会责任实行计划，南台科技大学伫咧教育部持续不断的支持之下，整合了高龄福利服务系、创新产品设计系、工业系、资传系以及幼儿保健系，共同来服务着金华社区、昆新社区以及彩港社区。这一冬来已经累积了侪成果。校长嘛非常感谢每一位投入计划老师甲学生，对着台南在地社区内底老大人尽心尽力服务。大学的社会责任，那我刚开始就感谢咱那个陈主任，能够利用这样一个计划的经费，
配合咱遮有热心的伙伴学校的老师、甲学生，甲合咱各社区里长发展协会，大家足用心来做咱这个社区的服务，互咱这曾经贡献过社会的这些长辈，在他们老年的时候，也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照顾。依照大学生的创意甲活力，为济个人化的社区来加入活力，不但让社区的环境布置甲愈来愈水，学生也对服务长者的过程当中来熟悉到咱台南在地社区的特色。南台科技大学希望未来会当运用较侪资源、较侪能力，继续打造出较好的个人友善社区。台南新闻网采访报道。过年期间，上届欢喜就是当全家团圆，不过却有济岛基老人无都享受到这个温暖的气氛。所以华山基金会每当持续办理爱心年菜，邀请民众捐款赞助，或这群弱势长辈买当享受过节的气氛。而且伫菜色顶面嘛考量长辈身体状况，所以推出健康无负担的料理。讲到过年，上欢喜的就是会当参厝内底人团圆，享受温馨的围炉。但即马社会上有真侪独居长者，确实无法度感受到过节温暖的气氛。所以华山基金会每一档拢会推出爱心年菜服务，经伫咧菜色挑选上，为长辈做出更加适合的料理。我们这次的活动呢，其实很多社会大众都认为我们这些年菜是在社会上买得到的，但是因为我们华山基金会是特别为这些长辈们去做量身定造，像我们的鱼翅啊，都会特别把它挑起来，或者是骨头的部分都会特别稀烂的部分，还有菜的部分。然后我们这次的活动就是希望长辈们可以就是有一个过年过节的感觉，然后也希望社会大众可以大家一起来帮忙。华山所有服务的长者，大部分在健康状况都有一些就是比较令人担忧的地方，特别是在口腔的部分。通常会有缺牙或者是咀嚼肌比较没有那么健全的状况，那因此我们的年菜也是特别为这些长辈特别做的特别软烂，那是希望说符合他们现今的这个身体的状况，然后可以在过年的时候好好享用。伫年菜发表即天，基金会嘛邀请侪位贵宾做伙来介绍今年的菜色，不论是有象征意义的年菜，也则是过年一定要有的元宵等等，拢会当伫即次的年菜当中来找到。伫料理方面，嘛采用少油少咸的方式，减轻长辈身体负担。华山基金会表示，希望今年会当募集超过1000份年菜，来服务南关线的独居长者。希望社会大众会当看到弱势长辈需求，做伙捐款，让每一位长辈拢会当感受到社会上的温暖。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先请问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这几当来，台南市配合教育部积极来推动科技教育等相关课程，所以19号教育局特别伫复兴高中举办升格的展览，会中邀请22间高中适合来展示5大主题，并且结合闯关游戏，互来参加学生拢收获满满。台南市这几年积极推动科学甲科技教育，教导学生发现问题，动手解决问题。19号上午伫复兴高中举办了科技教育升格展。邀请22间的高中小学，运用创客教育甲 STEAM 教育当中的科学、科技、工程、艺术、数学等5大能力，展现出各式各样的主题设计。教育局表示，希望透过安尼的课程，让学生未来拢会使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伫国际上更加有竞争力。
今年呢，我们也有许多蛮好的成效哈，比如说在全国科展获得县市团体的第1名。那同时我们在数位学习的计划、行动学习计划，在教育部的部分也是年年都是申请的计划校数是全国第1的。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展，让各校的孩子都一起来观摩学习，从孩子从动手去做，从体验学习，从解决问题来培养他们未来的竞争力。那希望在这个新课纲的这一波新的教学的这个计划启动的时候，台南市能够在这个轨道上面都能够有很棒的一个成果的展现。这届的新课程当中，嘛有结合闯关游戏，让学生亲自体验各种的课程，亲像多轴飞行器操作、VR 体验、3D 列印等等，丰富的课程嘛，让每一个学生拢收获满满。这个活动很现代化。很好玩，然后可以让我们学习到更多。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因为它就算翻跟斗的话，这样转一圈呢，它也不会那个坠机，然后它也可以很平稳的一直停在空中，都不会晃动，很厉害。很开心，玩了很多，然后也是第1次参加这种活动，然后觉得很好玩。以后希望也可以有这种作品。第109学年度，教育局嘛将要拓展制造教育甲科技中心，由目前的4间学校提高到8间，发挥策略联盟的精神，提升台南市科技领域的课程，为咱的学生提供更加多元的机会。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因应多元学习，市府教育局持续发表走读台南第2波或者美感新体验的新册。册中小解台南在地20间学校因如何运用课程来活化校园的空间，或者是学习传统的特点，甲宗教文化等等变成特色适合过程，嘛借此邀请大家做伙来关心偏乡教育。由在港国小学生所扮演的12宝家丁，传统的舞步甲队形编排，甲开了这场记者会事务。为着要正式甲社会大众介绍这本新册《美感新体验》，出版社特别制作了丰富的影片。因为近年来教育界拢会强调发展特色，所以这本新册就记录了台南在地20间学校，因结合地方文化传统所发展出来的特色小学校的成果。我们到最后我们有提出几个未来的愿景然后。那这一本书呢，我今天还是第一次看到，草稿我是看了几遍了，抓了一些错别字啊，连标点符号也有做了里面有一些照片那复制之后呢，我今天才第一次看到书，我们在最后一次的访谈，我们提出了几个愿景5个愿景第一个，希望学校可以认同自己的在地文化。一定要由这一个出发来形塑我们的美感，然后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在生活中来学习美感，这个就是美感教育，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认同自己的文化。第二个呢，我们要建构资源的体系，这个要拜托这个特幼科，我们要加强我们整个的资源的体系，我们更有系统的来发展我们的艺术人文，发展我们的美感教育。多元学习的未来新趋势，互学习唔是死板的实在课本的知识而已，而是爱结合着学校在地环境，并结合着美感的教育，互学生有更加侪生活上的新体验。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由客家委员会、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所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礼拜要小解客家音乐文化，叫做手动戏。下面就带大家一边来了解客家的传统戏曲，一边来学客家话。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琴。时间过得好快哦，今天是我们直播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第50集了。
最近係啊，你好下自家天使學院嘅單元節目，到底已經播出有50集咯。我老所有嘅觀眾朋友講神夢哦，神夢大家對我哋嘅節目單元嘅支持老傾聽哦。是啊，真的非常感謝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委託雙子星有線電視台來製播《好客之家》電視學院節目，讓我們有機會為大家介紹客家的多元文化。確實係啦，族群文化就係愛透過傳播分享，將為了解明白啦。語言文化更加愛透過不斷嘅重複，將為達到傳承推廣嘅目的。是啊，將近1年的時間，透過每個禮拜介紹客家文化，真的讓我收穫良多。相信觀眾朋友也對客家相關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和認識。小鄧老師，今天要為觀眾朋友介紹什麼呢？今本日嘅節目單元，我嚟介紹客家蘇東戲。客家蘇東戲是類似酬神的戲劇嗎？在你台灣嘅客家莊當中啊，最有名嘅戲劇就係蘇東戲哦。蘇東戲啊，有很多平安戲。呢係當年嘅求樂8月秋收過後，客家人最重要嘅大事。所以收東戲呢，又稱作是平安戲，同時也是每年農曆8月秋收過後，客家人最重要的大事哦。錯，蘇東戲啊，係源自於傳統觀念當中嘅春祈秋報，講中人在春天時間呢，祈求土地啦、天地眾神啊，祈求希望雨水充足，做得大豐收。到嚟秋收收成以後呢，講中人就報答眾神嘅庇佑。除了愛準備澎湃嘅祭品來敬拜眾神以外，也為到表達隆重之意，為搶到戲劇版呢到神明面前來獻言唱劇來表示感謝之意。這些時間呢，獻言出神戲有祈神萬年嘅意義。另外，更加重要嘅係，全場嘅人啊，都做得加到啲安樣嘅機會啊，欣賞到難得嘅戲劇。收東戲呢是源自於傳統觀念中的春祈秋報，會在春天的時候祈求眾神，讓雨水充足、大豐收。到了入秋收成之後呢，農民們為了報答眾神的庇佑，除了要準備豐盛的食物來敬拜眾神以外呢，為了表達隆重之意，還會另外邀請戲劇團到神明面前來獻演，表達酬謝的意思。錯啊！從日常嘅神法當中咧，你各也為到神法打拼嘅客家人，從呢時節啦，也就更加珍惜1年100嘅機會咯。頭擺啊，都係一張做說揾一張來連登來演出，一個鄉鎮冇錯，從一個祭祀權做下來。差唔多1-2整日嘅時間，也當然係條安排嘅，用按樣來發揮蘇東戲嘅最大功能。像啲台南市政府民俗事務委員會，咪強用從年下就會搶到客家戲劇團到啲台南市來做戲嘅，本台南市民來看。經過老師的提醒哦，一直到今天呢，留在腦海中最深刻的童年印象，好像就是跟着阿公阿嬷到這個廟屏前面去看戲耶。小晴，你確實係去看戲，係唔係同意買禮券來食啦？對，應該是跟着去吃糖葫蘆的成分比較多吧。愛秋地哦，新年的啊，天大人去看戲，全咪係為到看糖嘅遐多。講得啊，你好下自家天使學院，今半日就講到了咯。你下嗱你觀眾朋友講真來了哦，真來了。接下來關心明仔詳細天氣變化。明仔是好天，最穩天氣，溫度16度到24度，袂落雨。
海林边军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收看12月19日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